马路不走去把它亲到地上去了。好，今天我已经很好了，我可以走路了，前几天没办法走。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啊，由我们客家事务局局长那个带头签啊，我们的蒋局长先各位介绍一下。来，我们先欢迎一下美丽的局长，他是客家事务局的局长蒋局长。那今天来做我们客家音乐校园的巡演啊。那这个巡演团体是由曾雅君老师所领衔的3位优秀的成员啊，他们要来表演我们的歌唱，是吧？好，那用1节课的时间呢，那我们好好聆听他们的表演，那相信是非常非常精彩。由客家事务局局长领衔，那一定是精彩可期啊。那我们待会儿要展现举止风度啊，那这样的表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客家事务局之前在有一个反毒运动也是哦。他很器重我们学校，能够在我们学校做表演啊，那非常感谢局长对我们的重视啊。那你们也很有福分，能够坐在这边聆听3位杰出演出者的表演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欢迎我们由曾雅君老师所领衔的团体来为我们做表演啊？我们掌声鼓励。大家再跟我说几句话。好，局长，感谢。谢谢校长，辛苦了。开闸后，开闸后，来，我来调查一下，会讲客家话的举手。不会吧？啊，会讲客家话的举手，勇敢举手。天哪，只有1/10耶！好，会听客家话的也举手。哦，还好，有快1/3了。好，没有关系。跟各位同学报告，我是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局长蒋捷安。那我们客家事务局在哪里呢？我们就在龙潭。大家知道我们在那个往石门的方向有一个客家文化馆，对，没有错，那是归我管的。然后此外我还管桃园市83万的客家人，也被83万客家人管呐。这是开玩笑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对这个客家话这么陌生，让我有一点难过，有一点遗憾。其实客家话、客家族群，喺台湾天意太族群。其实客家在台湾是第2大族群嘛，有450万的人口。那最多客家人口的一个城市，大家猜在哪里？桃园。台湾。各式各样的答案都有。大家印象里面就是桃竹苗嘛，是我们的主要的县份。我跟大家讲，就在桃园。在桃园，我们有4成的客家人。4成的人口是客家人，就是83万。所以呢，在桃园是一个很可爱的城市，各种族群都有，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所以不管各位同学是不是客家人，不管您听得懂、听不懂客家话，都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尊重语言，学习不同的语言，好不好？好，我要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演出内容，非常超级强哦。其实我们的客家事务局今年举办这个校园巡演，有60几个学校申请，那我们只能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只能办了38场。那其中今天这一场是压轴哦，大家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压轴场选在地的龙潭高中，然后今天的鸽子窝呢，我们的团长应该是曾老师啊，曾雅君老师，她有个外号叫创作小才女，12岁开始就开始创作，得奖无数。今天我们的3位的那个主唱呢，都是金曲奖的阵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旁边这位很酷的金发的帅哥谢宣琪，谢宣琪。他非常的曲风非常的活泼，他是专门就是融合了嘻哈，然后摇滚，对不对？还有这个老舍，非常酷哦。然后再来旁边的曾仲伟呢，
他去年也是金曲奖双料的入围哦，他创作的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我想今天借由这3位年轻的金曲奖加持的哥哥跟姐姐，大哥哥大姐姐，大家可以看到客家流行音乐不同的风貌，所以我们现在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喂，那我先开场一下。这个开场，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音乐专辑，然后快要发行，然后欢迎我的2位伙伴，一个是曾宗伟，一个是郑雅君，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大家好，好，对，比较不习惯，通常人家会回我猴，猴就是客家话的意思，猴。再一次抬杠猴，猴动。今天东风宇走在那头龙潭高中这边来做表演这样子。接下来这一首是雅君的歌曲。那雅君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抬杠猴，又再一次，我叫曾雅君。那个后面的投影就是这张我的专辑，然后我们在台上也有看到，这不是样品哦，是真的哦。等一下有奖征答，所以大家要认真听。我们会送出，在现场我们会送出我们各1张专辑，然后呢会有另外各2张呢是要请同学们今天听完这场演唱会之后呢，回去写你们的学习单，对，写下心得。那由校方选出最好的6位幸运的同学，就可以拿到我们剩下的专辑。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专心听我们的那个演出。然后我还有带自己设计的勋章，然后如果大家答对的话，就是限量版的，然后就可以送给大家，你可以别在任何你想要，对，书包。书包会被教育主任骂哎，不会啊，我又想讲，你可以别到任何地方，内裤随便你，随便，你先别给我看。好，没有，然后这是当时是只有买我专辑的前50元才会送，但是因为我有多做，因为发不完，是不是？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有多做一些，对，然后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发言，我有带2个来，对。对，希望呢今天虽然刚刚局长有调查过现场，听得懂跟
听不懂客家话，跟会讲跟不会讲客家话的同学有点少，但是呢，当然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听得懂客家话，最主要是想要传达我们的音乐给各位同学，因为我们今天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的创作，都是自己写的。如果大家看不懂也可以，就是我们有准备歌词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唱这一首，后面这首叫《没意思》。那它的客语呢叫做摸胆摸对，就比较有趣一点。对，摸胆摸对。那这首歌其实就在写说，像同学啊，可能回家做功课或者是念书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坐下来之后就念不下去，或者是怎么那么难写，然后就不想写。我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种，我们常常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总是没有理由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自己卡住的那种。鬼打墙是不是？我写出大家的心声。工厂，我觉得同学鬼打墙的那种心情，对不对？那你朋友是不是？那不行。没有认识，他可能真的觉得有写到他心坎里。我相信其他同学应该也是默默的这样觉得，只是比较害羞，不敢表达。那这首歌副歌呢，其实比较轻松，因为想要唱出那种。反正都已经鬼打墙了嘛，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态度去面对它。那副歌很简单，等一下大家听了之后呢，我相信应该听一遍就会唱了。那剩下的2、3遍呢，我希望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好吗？送给大家，摸打摸打，来，感谢你们的手，拍手。什么做的事情，我还不知道他多讨厌。你赶紧去修啊，来莫对，哦莫打莫对，来莫对。你说呢？啦啦啦啦啦啦。简单怎么会不会唱呢？还有人在唱。我听到左边很大声啊。哦，左边哦。只是音不大对。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还有那个客家话教我们唱。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唱更大声，让同学们抒发你情绪的那个。最近有没有觉得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可以在下雨天嘛。对，可以在这堂课里面把它抒发出来，好不好？好，接下来换到我来带来我的创作歌曲。就今年呢，我就是入围了这一次，今年2017年的，对最美丽的阿婆，对这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叫做《长牛歌》专辑，长牛歌干嘛？啊，对，长牛歌其实就是放牛去吃草的一个木头，它的一个故事。对，那我把这个就是古老这个故事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变成自己的一张专辑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采茶阿婆的一个纪录片。那个大家的阿婆有没有去采茶过？有吗？有听到有朋友说有，硬要讲。好，对，那其实就是一个阿婆，那她子女都已经很成功了，有做厂长，有做经理，但她还是闲不下来，她还是已经很有钱了嘛，但她还是去采茶做工，就是她有我们客家人这种闲不下来的精神。那我看了这纪录片之后，还蛮感动的，我就就是写了这首歌曲。那这首歌还蛮特别，是跟我妈妈一起合作哈，妈妈刘玉梅帮我写词，然后我写曲的一首歌。那也非常感谢我的制作人在旁边哈，曾雅君，大家给雅君一个掌声哈，谢谢，对，让我这个有机会可以进金曲殿堂，就是靠都感谢雅君。旁边这个对。啊，这是客委会帮我做的啊。OK， 那就带来这首歌曲哦，最这样改阿婆，最美丽的阿婆，谢谢。爱你有该早早该阿婆，语文是退来出世，大路山那边那个，从细做工无本事。爱你有该早早该阿婆，语文是退来出世，大路山都无疏通。从细杂杂为先饭，从甲后为子，种菜做工来种家，真心苦出众里，杂杂无你谈什么？去讲爱了背个路一个。后生的时节，全为爱辛苦做惯了，爱了背个路一家，跳的辛苦做惯了，行来喊手脚背大天。种菜做工来种家，真心苦出众里，爱讲杂杂无，你谈什么？去讲爱了背个路一家，后生的时节，却不明爱辛苦做惯了，爱了背个路一家，跳的辛苦做惯了，行来喊着手脚背大家。
苦做惯嘞。爱人背甲路伊行，跳的辛苦做惯嘞。行来还着手脚陪大家，认真讲嘢，伊的嘴点解？阿婆。真的假的？真的。哇，好开心哦！他好像很努力在跟。对，很可爱。然后仲伟这首我拍成 MV，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搜寻一下。对，然后而且其实这首歌就是有融入这个客家山歌，对不对？就中间这一小段是叫做平板，不是平板电脑哦，现在大家 iPad。对，叫做它这个曲调叫做平板，对，平板是一个客家的山歌的曲调。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换歌。好，下一首是换我的歌曲。然后大家好，我是圣代，先介绍一下，我是圣代。然后这首歌叫做，嗨，你好。然后这首歌叫做Sunday Morning。Sunday Morning 是我这首歌其实做好，这首歌曲子是我先编好曲的，然后我当时不知道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听到，大家知道魔力红吗 ？Maroon 5，对，然后他有一首歌就叫做 Sunday Morning， 我刚好听到他那一首歌，然后就有感而发，他就说星期天早上啊，你们可以早点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啊，然后世界很美丽，可能会遇到你喜欢的人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我自己星期天早上在干嘛？就我发现我星期天早上都在睡觉，对我根本起不来，所以我决定要写一首就是星期天都在睡觉的歌曲。然后副歌很简单，副歌就叫做 Sunday Morning， 你看一起想睡摸，我一直想睡觉。然后我也找了我的好朋友郑雅君来帮我唱这首歌的副歌，他也很义不容辞，就一口就答应了，然后帮我增色了不少。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有什么好笑。动啊嘞，你动啊嘞！我讲那么认真吧？好，没关系，我们听这首歌 Sunday Morning。Yeah, Sunday, time is time, LED 亮，Here we go. Sunday morning, 爱想睡梦，想睡梦不要。Sunday morning, 爱想睡梦，你不想，该想。Sunday morning, 爱想睡梦，Yeah. Sunday morning, 爱想睡梦。Every this morning get ready go but 比起暖晒风嘅黑想起我 boy just wanna go 从来不挑好嘅情绪资料都从来不挑全是他爱讲为了什可以上都爱讲 boy 嘅在上可以唱到解放嘅風樹可以唱 yeah 講愛行啲都袂通冇啦來唱嘅下邊唱啲邊唱是講卡鬧鐘嘅新嘅老愛唱的是哈沒你愛偏心做點變訓練一下隨不一上癮 You can do something 誒你種係種句句種亮亮誒邊頭嘅亮起嘅響是不都會去到聽聽誒你去講嘛想不愛一定是嘅爛過去就再去好聽聽 Sunday morning, 愛想睡夢，想睡夢呀 Sunday morning, 愛想睡夢，你不想愛想 Sunday morning, 愛想睡夢。Yeah. Sunday morning, 愛想睡夢。其實找心愛不可以動就移動，浪漫不可以動就移動，你還情還不夠，無法就圖有心差，回家莫水鄉，講愛蘋果的美甲人莫洗牆，Hip Hop的風
竞品，不甲数据，分数据，三年独走成就，记录偏爱都一下住，中和开发你陪做得让个手心慢慢走，有意义爱发现早是梦死啦，我是用有死啦，我会无二啦，你我很简单，对眼泪讲口水慢，都会唔偏激，用一支笔，你眼会变白，佢只会读，其实我一个社会都好跳舞，跳摆拼创新，也谁来好声音，我俩片手流滚，我的不会找寻，哎。 就算世界全落水我啊，我哋爱会变成天气强调。Sunday morning， 爱上水我，上水我。Sunday morning， 爱上水我，又上爱上。Sunday morning， 爱上水我。Sunday morning， 爱上水我。爱跳马豆腐 ，Come on。 That's me, come on. Sunday morning, 爱上水我。Sunday morning, 爱上水我。什么？谢谢。谢谢大家。这首歌 Sunday Morning， 然后这首歌也有拍成 MV，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这首歌。没错，谢谢大家。圣代你要记得要加其他的字哦，不然会只有冰找到很淇淋多圣代冰淇淋的图片，对啊，没错。动魔签啊，然后很不好找啊，所以大家圣代加上客家歌应该就会有，会不会？或者是他本名谢宣琪，本名好像蛮难找，谢宣琪。谢宣琪，你要不要写一下给大家看？因为他琪是那个一个土，然后一个上课公斤的斤，搞不好有同学有这个字哦。 你要写大个一点，大家看比较。宣琪一个土字边，然后再一个公斤的斤。谢宣心。谢宣琪，对，琪宜琪。土一个金啊。对。其实大家可以上，也可以去其实我们我们3人都有自己的脸书专业。如果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我们歌曲很不错的话，其实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点赞，然后跟我们留言，跟我们说话，我们都很乐意。我们的粉丝专业，对，都可以找得到哦。啊，直接打圣代啊之类，可是你有英文不好找，也是不好找，要打罗宾好了。我以为不好找，我都找，如果找要找长牛哥比较好找。那直接在 Google 上面找比较快。哎嘿嘿，请进。哎，好，有什么问题？你好，干嘛？好，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就是长牛歌《种牛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嘛。那它其实，好，等你先不要吵那么多。三够，哎呦，注意哦，好，就是因为其实客家话的哥哥的歌，跟英文的 Let's Go 这个 Go 是同个音，啊 Go 就是哥哥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它说，弄成这样子，种牛。Go， 等一下大家手借给我好不好？我们来练习一次。我说 Go 的时候，大家跟我一起 Go。我说等一下，不要激动，同学太兴奋了，同学太兴奋了。哎，在间奏的地方，我就说阿三哥，种牛，等一下，不受控制。Out of control。阿三哥，种牛喽，好，种牛。Go， 可以吗？听到“种牛”这2个字才关键字哦，大家才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好，我们练习一次哦。阿三哥，种牛喽！好，种牛 ，Go！ 哎，不要放炮啊！可以吗？忍一下，忍一下，有点长，我们再一次，快点，再一次。阿三哥，种牛喽！好，种牛 ，Go！ 很好，等一下我们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哦，好不好？对，大家一起举手这样。不要牛逼呐！不要。那这样子，但这时候又害羞。好，那就带来这首歌曲哦，《种牛歌》长牛歌，谢谢。上过，他会唱。阿三哥，小妹妹。
小日日黑空中歌愛重要。阿伯尾阿伯尾，嘿嘛嘿嘿嘛嘿，講要條街要難離。行啊行，行啊行，唔到啲呀唔到啲，天要行到太水邊。慢路跳，慢路看，跳拱手要跌高高，終於辛苦到底。大年沙約不能錯，天靈要顧從靈歌，愛的快樂界仲要過。準備啦！哎，阿三哥，仲要咯，好，仲要go！阿三哥，阿三哥，小妹妹，小妹妹，黑空中歌，我仲要。阿伯妹，阿伯妹，嘿嘛嘿，嘿嘛嘿，講要條街要難離。行啊行，行啊行。到底天要行到海水邊，慢路跳，慢路看，沿路你有打錯嗎？終於升起到底。等一下，我說中有，你說夠，好不好？我們試試看哦。我說中有，你說夠，中有夠，中有夠。我說中有，你說夠，中有夠，中有夠。到底天要行到海水邊，慢路跳，慢路看，沿路你有打錯嗎？終於升起到底。你慢路，你慢路，天不亮，轉呀嘞，天靈要顧，轉落嘞，愛的快樂界仲要高。一口菜的呢，欲望是饱肉饭哦，哎呦，莫赶莫擦喽。大家这首《总用够》，谢谢。莫赶莫擦喽。对，其实最后一个结尾就是说啊，你又没吃饱怎么办呢？你就是已经太阳下山了。然后那个阿三哥说，哎，没关系啦，反正我有玩到了就好。对，就是很可爱的一个牧童的一个小故事啦。对，好，这个牧童叫阿三够。阿三够，哎，错。对，不是我，不是曾仲伟哦。好 ，OK， 好，那我现在来有奖问答哦，可以哈。大家如果刚刚有在仔细听的，一定知道我等一下要问的这个题目，然后我会送我的专辑。这个长牛哥专辑，等下你刚说不要，我并不重要，不要开玩笑，开玩笑。好，对，那我来问问题哦。那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就1、2、3，我们就举手，好不好？好，等一下，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那我这首歌呢，其实我整张专辑我都跟一个作词人合作，作词人是这个嘛，这个刘玉梅嘛，对不对？她是我的谁？是不是很简单？数到3，数到3。哎，数到3，大家再举手哦，哈。好，1、2、3。好，我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同学，做这句有他那个有好处，哎，但是我问你，这个跟我合作的是我的谁？妈妈答对了，好，同学错了，谢谢。好，我们来合照一下啊。一仔，你怎么在种植呢？好，谢谢，握手，谢谢，哇，你手好热。好，对，长牛哥这张专辑，如果大家想要得到的话，还有机会，对不对？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写这个学习单，对，大家认真一点。如果不知道我们没关系，你可以在上网搜寻一下，然后看我们的音乐，就是网络上都找得到。对，可以回顾一下，然后大家喜欢哪一首，然后把自己写下来，然后写下心得，
都可以就可以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专辑。对，用心写一下，就是不要写的很含糊。对，不要说哦，那为什么最喜欢哪一个歌手？圣代，为什么？因为它好吃。因为它很好吃，听起来很好吃。对，这样总得哦。那总得了，这样拿不到专辑。对，因为太多同学这样写了。也没有啦，也没有很多，就是有这种个案，所以跟大家讲一下。好，三下落去台落雅俊的歌曲。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我希望，曾雅君是名字，歌不叫曾雅君，对，对，这首歌叫《日头花》，有同学等一下会问，有人想要举手。好，《日头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童谣，所以它比较好学。那今天呢，当然就是特别把它放在这个演出当中，就是想要跟大家有一些互动，希望可以听到同学们开口唱歌。对。那我知道今天的同学比较少有人会讲客家话，不过我相信大家的实力，好不好？大家也要相信自己。大家高中生的一定有这个能力，一定可以，就是听个1-2次就大概会唱。就算你咬字不对，但是你旋律，我觉得一定可以深入你的记忆当中。我们试试看哦。对，那我现在先带大家念第一句最上面那个地方。春天改日头发。春天改日头发。好，来咯。日头发。日头发。去年4行茶。去年4行茶。土爱老散发。土爱老散发。日天改日头发。日天改日头发。日头发。日头发。豆色牵牛发。豆色牵牛发。后面自己来哈。爸。对，不是麦当劳。No 麦当劳。哇啦，秋天改日头发。秋天改日头发。锵讲故事不爱谈。锵讲故事不爱谈。好，下啦。又要唱了，是不是？让天改日头发。让天改日头发。好，锵重歌。锵重歌。土爱转播下。土爱转播下。听起来好像还 OK 啊。对啊，大家都会讲真的很厉害。现在可以自己念一遍吗？有点难哦。你看现在那个马上少一个人，如果直接会念，直接送他专辑。搞不好真的会。有人想要挑战吗？我们也要直接送专辑啊！你要直接送专辑啊？对，有人想要挑战吗？现在吗？我可以直接送专辑哦。对，真的太厉害了。有没有这位同学？真的吗？好，上来讲啊，上来讲。全部都上来看谁讲比较好。对啊，所谓。全部都上来排队。想要上来试看看的都可以，然后我们来看。举手好不好？先举手。谁表现比较好？想要试试看。可以先上来。好，上来啊。好，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可以先上来。还有吗？想要尝试的都可以，欢迎上台。但不一定会拿到专辑哦。表现最好的就有专辑。然后先从这位同学开始。好，这是哪一班什么同学？电机文学。哇！什么名字？文学语。还先。OK， 要挑战一下。好。春天嘅日头发，起点4行茶。哦，视线 OK 的，可以。都爱天爱老散发嘅，日天嘅日头发，头色牵牛发，爸。这同一首歌，不要搞笑好不好？哗啦啦，秋天嘅日头发。锵讲故事不爱谈，沙啦，让天嘅日头发，轻冲过土爱做不下。给他掌声好不好？哇！这其实除了平常也在讲，不错。好，我们讲完了，这边先坐着休息一下。一样参赛者，一样的。好，欢迎我们的2号挑战者。好，你叫什么名字？哪一班什么同学？粽子一家陈家龙。叫什么？陈家龙。陈家龙，给他点掌声好不好？好。
来直接来吧。好，来念念看哦。你讲台语啊？好，失败，挑战失败，我们下一位。好了，那我们下一个，对，哎，好，好，谢谢，加油，等下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你是哪一班什么同学？什么名字？我是中职一乙的彭思涵。中职一乙。种植意义不是种植意义是哦，综合科。啊好 ，OK，思涵，挑战人，好，我们来试试看哦，好。一个地球发起。好像是讲台语的，可以吗？哎，没有，好，那可以的话，谢谢，可以的话，我就等你哦，可以吗？可以，就等你。好，那好。好，我们时间有限了，好，那我们就谢谢，就先来去握个手吧，谢谢思涵，谢谢，好，谢谢。好，同学。你是哪一班？什么名字？是19陈佑。陈佑儒，哇，好像很帅哦。好，对，刚刚陈佑儒讲完之后，还转头。中文你干嘛这样中文？没有。好，来佑儒，我们来直接来挑战一下。小声啊！可以吗？害羞好。好，那没关系。紧张没关系，那亚军没关系，你可以再写心得，也可以有机会拿到。那我们跟同学握个手啊！谢谢。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冠军上台，好不好？来，掌声！英雄是吗？哇！我问一下哦，那个我看轩宇，你是那个客家人吗？对啊，我家平常在讲课。哇，非常好。你知道你的名字跟我弟弟一模一样吗？哇！谢轩宇。对，谢轩宇。OK， 好，恭喜你。送给你。我们拍个照好不好？拍个照。来个招牌手势吧。就是那个手枪的。谢谢，要认真听哦。恭喜！太厉害，棒了！好，我们现在开始交唱。对，我们还没唱，玩太嗨还没唱。好哟，现在呢要搭着我们的仲伟哥哥的吉他。仲伟叔叔。好 ，OK， 来吧。好。对 ，1 2 3 4。春天的一条发，给了四行茶，东岸好三番。夜天的一条发，多少天有吧，爸。哗啦啦啦，秋天干一条发，康康讲故事我爱他。沙啦啦啦啦，浪铁干一条发，康康唱歌不爱中国他。会吗？有点难，我觉得有点难。没关系，我觉得多听几遍，他们应该就会了。真的。再唱一遍的意思吗？我们就直接来。刚刚有人跟上吗？或许有人听过啊。刚刚那位同学有听过吗？有人听过吗？对啊，就有啊，好棒！对，这首歌就是出境事务所的片尾曲，对不对？对，如果有在看客家电视台，家里人有在看的话，应该都多少会听到这首歌。对，好听的歌曲。对，好，那我们就来带这首哈。那现在就带给大家这个完整版本的《你跳发》，如果会唱的同学，也欢迎你跟着一起唱哦。春天的一条发，给了四行茶，
冲动，不敢冲动啊。嘟嘟会唱吗？谢谢年天饭，谢谢。所以专辑送完了。对，我的已经送完，剩下2张是他们的心得报告。好 ，OK。那我接下来算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现在这首歌算是我们算是演唱会嘛，巡演的最后一首歌的主题曲。主题曲是这首这个主题曲没错，这首歌叫做《下课》，然后是我的歌曲。对，大家知道客家话的下课怎么讲吗？哈口嘛，有哈口嘛，然后因为我是讲海陆的，海陆就是哈口，对，然后我想要教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帮我唱这首歌的副歌，好不好？然后这首歌副歌就叫做哈口泪，对，很简单吧？我唱一遍，大家跟我唱一遍，好不好？我先唱一遍哦，哈口泪，哈口泪，再一次好不好？哈口泪。哈口嘞，爱上爱哈口，大家就是嘴巴记给我好不好？这首歌下课，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牢牢记得，因为我大家可能会问一些问题，然后对我会开始送东西，对不对？送一些礼物给同学，好，这首歌下课送给大家。Sunday， 还有可以站起来。两个爱嘴去谈的，零时间可学上色，手手抱三条，谁晓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动 ，keep it 风口，爱你容量变全部tango， 会不必谁爱不必，爱嘴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cancel， 可不用慢一条，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今日 Sunday come on， 今日 Sunday 哈口嘞，爱上爱哈口耶，最好给俩哈口嘞，爱上爱哈口，你讲的么不错，爱是不爱错哈，反对去改 word， 是从地里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颜料配色黑个有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把唔送走唔好谁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应该是表白天嘞，爱最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cancel， 可不用慢一条，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 come on， 今日 Sunday， 哈口嘞，爱上爱哈口耶，最好给俩哈口。上爱哈口，你讲的么不错，爱是不爱错播，哈口嘞，爱上爱哈口嘞，嘴巴记给我好不好？再次，哈口嘞，爱上爱哈口 ，Yeah， 差不多嘞啦，爱，上个人的公vai。就算电视加春几条，我的好上会爱上课爱手机，终于讲歪，我用一全不是上课，眼对嘛唔会笑起上走，听错黑都不睡走，在怕一梦no more。爱是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cancel， 可不用慢一条，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 come on。Sunday， 哈口嘞，爱上爱哈口耶，最后嘴巴借我，哈口嘞，爱上爱哈口，你讲的么不错，爱是 once again， 哈口嘞，爱上爱哈口耶，最后给俩哈口嘞，爱上爱哈口。你讲的么不错，也是不爱错过，哈口嘞啦，旋风抬杠，谢谢大家。他们哈口哦，还有送东西哦。好，我直接，哎呦，水哦。他要送大奖了，他全部放在压轴，你看。也没有啦，我要送一个，就是我之前我发专辑的时候弄的一个限量徽章，然后因为我专辑名称叫做 Butterfly。
就是蝴蝶的意思，然后有一只红色的蝴蝶，然后上面有个英文叫做 Sunday，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对，然后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不好？简单一点好了。哎，好，就是我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今天唱的第一首圣诞的歌，圣诞的第一首歌。对。啊，哪一天想睡觉那首？动点蛋，魔力红的嘞。很简单嘛，应该很简单吧？我要数1、2、3，好不好？我数1、2、3，然后大家再举手，好不好？先放下，先放下。然后我喜欢一些特别的东西，就是如果大家有跳起来，或是坐到天花板之类的，我就选它之类的，对。有人准备，有绿色那个不错哦，我喜欢你的 stand by， 或者是跳起来旋转之类的。哎 ，OK， 跳起来旋转不错。好，先放下。哎，我要准备了，1、2、3。好，我还是选绿色衣服，先选绿色衣服。他太吸引我的注意力了。对，他太吸引我的注意力。直接不守规则，没有。好，先说你是哪一班，然后什么同学？我是电机关国佑。光国龙。光国佑，大家给他掌声好不好？虽然还没答，那我的第一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Sunday Morning。Sunday Morning。再问你一个问题，这首歌是在写什么？我是在说我很想干嘛？睡觉。Oh yeah。OK， 这个送给你，谢谢。哎，拍个照。一拍照。谢谢。好，圣诞还有专辑要送。我还有个勋章啦，还有个勋章。好，那继续勋章。我想要征求一下同学，就是刚刚我不是唱一首歌叫做《下课》嘛，我想征求一位同学会唱我副歌的，就我刚刚教那一句话而已。很简单吧？应该很简单吧？愿意上来唱的，我就送他我的限量勋章。好吧，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数1、2、3嘛，好不好？你要挑战者吗？看谁唱的比较多。好，可以啊。如果有，不要拖时间。没关系。好，我数1、2、3，大家先放下。我数1、2、3。哎，怎么这么多人啊？我看到这个中间最后面那个妹妹，就是你不要看，对，就是你，对，你不是整场不是他唱哎，真的不是他，是他。哎，我看到那一个。对，我先指他。对，好，没关系。还有专辑，对。好，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是哪一班的什么同学13甲叶如萍哦，那你唱一下我的下课。好像多了几个字，再上去。哦，没错 ，OK， 好，那我这个勋章就送给你，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拍张照。谢谢妹妹，谢谢。还有专辑要送。专辑大奖来了。好了，这个问一个最简单，好不好？这如果有人不会的话，这个出去了。我叫做什么名字，好不好？所以任何一个名字都可以吗？任何一个都可以。艺名，我的艺名不是上面写的这个。我的艺名哦。对，艺名姐。好，等下先放下，好不好？然后拿到专辑的人，可以来找我签名，好不好？先放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嘛，我喜欢特别的人，好不好？不一定是跳起来，知道吗？或是尖叫之类的，或者是举手的时候唱歌之类的，或是他突然而发冲上来之类的，突然抱你之类的，给我一个拥抱之类的。I don't know, maybe. 好 I don't know。我喜欢有创造力的学生。对，我选特别。好 ，OK， 先放下啊，我数。我现在要特别的喽，现在不举手，特别的，要特别的，好不好？好不好？跳起来也可以哦。但是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1、2、3。哇，超难选的。哇，大家疯狂了。好，好的，他敢的，妹妹来，你敢上来 ？OK， 好，他是对，好，你说你是哪一班的什么名字？柚子泥，
再讲一个。游子宁，游子宁。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的名字叫什么？哦，OK，Yeah， 圣代没错。那张专辑送给你。好，合照，合张照。有拿到专辑的同学都欢迎找我们签名，如果没有拿到也可以，看你有什么纸啊，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对。那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收获很多的一个，对，认识这个我们客家音乐有一个。好，希望大家结束之后，也可以来我们粉丝专页。对，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喽，谢谢。那跟我们跳，我们先合照一张，好不好？我们合照一张。对，那我们坐在这边。坐在这边，那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对，好。两侧的同学可不可以一起挤到中间一点？我们在中间这边后面才拍得到哦。我们一起留张纪念，然后可以在我们粉丝团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哦。好。可以近一点，没关系哦。对，近一点哦。OK， 坐。对，大家到中间来哦。对，到中间来。同学，一起来。在走道上也没关系哦。不要让人家挡到你哦，自己找位置。很好，太厉害了。好，那我们来喽。先比赞，好，1、2、3。